听见这些的，大家好。今天我做了咱继续吧，明白点吧写的这个音。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第14课看病。生活中难免有磕磕碰碰，就像人有时难免要生病。特别是第一次到高原地区去，您可能会有所反应，但是休息1-2天也就缓过去了。但是如果比较严重的话，你可得找医生看哦。今天我和边巴老师就看病一课，给大家教一些比较常用的句子。那么说起看病，当然得去找医生。那么大夫您好这句话用藏语应该怎么表达呢？记啦，这些的，大夫你好。记啦，这是的咧，大夫您好。记啦，这是的咧，大夫您好。接着你就得跟大夫说你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感冒了，有点发烧，这个怎么说呢？我枪吧给不下，错啊多怎给比，我感冒了，有一点发烧。我枪吧给不下，操啊多怎有意，我感冒了，有点发烧。我枪吧给不下，操啊多怎有意，我枪吧给不下，操啊多怎给比，我感冒了，有点发烧。我枪吧给不下，操啊多怎给比，我感冒了，有点发烧。体温是38度，用藏语应该怎么说呢？吕翠度숨주섭게之下，体温是38度。吕翠度숨주섭게之下，体温是38度。我还得继续跟医生说我的症状，主要是有点头疼，还咳嗽。这个用藏语怎么说呢？做过冷的，头痛落结鼻，主要头疼还咳嗽。做过冷的，头痛落多怎结鼻，主要是头痛还带点咳嗽。主要是头疼还咳嗽。做过冷的，头痛落结鼻，主要是头疼还咳嗽。我吃什么药才会好？这个呢？我咩卡哩谁呢？这个谁？我吃什么药才能好？我咩卡哩谁呢？这个谁？我吃什么药才会好？我咩卡哩谁呢？这个谁？我吃什么药才会好？医生嘱咐我要多喝开水，少吃辣椒。추快吗？忙咱痛，쓰면용잠 써，多喝一点开水，少吃点辣椒。추快吗？忙잠 동，쓰면용잠 써，多喝点开水，少吃辣椒。추快吗？忙잠 동，쓰면용잠 써，要多喝开水，少吃辣椒。打2针就好了，这个用藏语怎么说呢？급你点呢？这个是打2针就好。급你点呢？这个是打2针就好了。급你点呢？这个是打2针就好了。급你点呢？这个是打2针就好了。那我感到恶心，用藏语应该怎么说？我경미를冷기，我感到恶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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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大夫告诉我，你这是高山反应，要好好休息2天。这个用藏语怎么说？ 키랑 키테 러두지，你们你年速야고给不是？您这是高山反应，要好好休息2天。
키랑키 티勒度时 耶稣你们你给不是？你这是高山反应，要休息2天。 키랑키 티勒度时 你们你咱耶稣也不给不是？您这是高山反应，要好好休息2天。还想提醒大家，在高原上得了病，一定要尽快找医生看。这个句子用藏语怎么说？ 사토로 나나 인지 강한 격격 MG 颠过时，高原上得了病，一定尽快要看医生。 사토르 나나 인지 강한 격격 MG 颠过时，高原上得了病，一定要尽快找医生看。在高原上得了病，一定要尽快找医生看。 사토르 나나 인지 강한 격격 MG 颠过时，在高原上得了病，一定要尽快找医生看。 사토로 나나 인지 강한 격격 MG 颠过时，在高原上得了病，一定要尽快看医生。前面我们学习了针对看病一课的比较常用的句式，下面根据课文内容，我们来重点学习一下3种比较重要的句型。针对重要句型，下面我们来做一下替换练习。我们的第一种句型是：大夫，我什么什么疼。 엄지라, 나, 가리가리, 내기. 比如，大夫，我头疼。엄지라, 나, 고내기. 大夫，我头疼。 엄지라, 나, 고내기. 大夫，我头疼。比如，大夫，我肚子疼。엄지라, 나, 초코내기. 大夫，我肚子疼。 엄지라, 나, 최고, 내기. 大夫，我肚子疼。大夫，我腰疼。엄지라, 나, 깨바, 내기. 大夫，我腰疼。 엄지라, 나, 깨바, 내기. 大夫，我腰疼。大夫，我眼睛疼。엄지라, 나, 미, 내기. 我眼睛疼。 엄지라, 나, 미, 내기. 大夫，我眼睛疼。大夫，我腿疼。엄지라, 나, 깡바, 내기. 大夫，我腿疼。 엄지라, 나, 깡바, 내기. 大夫，我腿疼。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2种句型。第2种句型是：你吃点什么什么就会好的。키랑키, 가리가리, 떡잠치나, 저그지. 比如说，你吃点珍珠七十就会好的。키랑키, 무디 든주, 떡잠치나, 저그지. 你吃点珍珠七十就会好的。 키랑키, 무디 든주, 떡잠치나, 저그지. 你吃点珍珠七十就会好的。比如说，你吃点长蕨就会好的。키랑키, 장조로, 떡잠치나, 저그지. 你吃点长蕨就会好的。 키랑키, 장조, 떡잠치나, 저그지. 你吃点长蕨就会好的。你吃点感冒药就会好的。키랑키, 참배매, 떡잠치나, 저그지. 你吃点感冒药就会好的。 키랑키, 참배매, 떡잠치나, 저그지. 你吃点感冒药就会好的。你吃点阿司匹林就会好的。키랑키, 아스피린, 떡잠치나,
这个是，你吃点阿司匹林就会好的。키랑키阿司匹林到怎么去呢？这个是，你吃点阿司匹林就会好的。第三种句型是，你这是什么什么，要好好治疗。这里指病。你这是什么什么，要好好治疗。在藏语里应该是키랑키 나저티 카르카르시面具亚波切过谁？比如，你这是肺炎，要好好治疗。키랑키 나저티 로체 시面具亚波切过谁？你这是肺炎，要好好治疗。키랑키 나저티 로체 시面具亚波切过谁？您这是肺炎，要好好治疗。你这是肺结核，要好好治疗。키랑키 나저티 로종 네시面具亚波切过谁？你这是肺结核，要好好治疗。키랑키 나저티 로종키 네시面具亚波切过谁？您这是肺结核，要好好治疗。你这是痢疾，要好好治疗。키랑키 나저티 시네시面具亚波切过谁？你这是痢疾，要好好治疗。키랑키 나저티 시네시面具亚波切过谁？您这是痢疾，要好好治疗。你这是肠炎，要好好治疗。키랑키 나저티 교체시面具亚波切过谁？你这是肠炎，要好好治疗。키랑키 나저티 교체시面具亚波切过谁？您这是肠炎，要好好治疗。你这是肝病，要好好治疗。키랑키 나저티 침례시面具亚波切过谁？你这是肝病，要好好治疗。키랑키 나저티 침례시面具亚波切过谁？您这是肝病，要好好治疗。刚才我们学习了3种比较重要的句型，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句型在实际生活当中是怎样运用的。Tuntunangat termindul. Kajiason. Chesnam tunangat uke kona chigil. Uke da kona Beijing gi kare lodu bo tawdo. Tuntu class ni termindul. Class ni tundul. Ani kira ya ni da tashi shite. Sa.真的啊。난감도. 택시 타서도. 이렇게 지우 있고 말하는지. 내 기다림에 스미트. 무슨 눈이 지금. 글쎄. 前面我们在学习看病一课和情景练习当中遇到了很多词汇，下面我们针对这些词汇进行重点学习。줍시바第14 줍시바第14 면바딘看病乔大夫 면바딘看病乔大夫 엄지 大夫医生 엄지 大夫医生
枪不给感冒，枪不给感冒，草蛙给发烧，草蛙给发烧，滤去体温，滤去体温，作物主要，作主要，国拿头疼，国拿头疼，落感咳嗽，落感咳嗽，肚肚肚咩药，咩药，出开吗？开水，出开吗？开水，西边辣椒，西边辣椒，咳针，咳针，查好痊愈，查好痊愈，公米的狼恶心，公米狼恶心，沙特能区高原现象，沙特能区高原现象，耶稣给休息，耶稣呀休息，沙特高原，沙特高原，哪擦病，哪擦病，卡脚脚，尽快，卡脚脚，尽快，扯阔肚子，扯阔肚子，给吧腰，给吧腰，眯眼睛，眯眼睛，刚吧腿脚，刚吧腿脚，枪边咩感冒药，枪边咩感冒药，阿司匹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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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地炖猪，珍珠起始，母地炖猪，珍珠起始，长角肉，长角，长角长角，面具起治疗，面具起治疗，落菜肺炎，落菜肺炎，落中肺结核，落中肺结核，先念痢疾，先念痢疾，骨菜肠炎，骨菜肠炎，青菜肝炎，青菜肝炎，跌不舒服，跌不舒服，噗下来，噗下来，扔出飞机，扔出飞机，误唱气喘，误唱气喘，当届起检查，当届起检查，因心脏因心脏插细血压，插细血压，跟问题毛病，跟问题毛病，托高托高扛着起怎么办？扛着起怎么办？搞啊叫好，搞我叫好，骨啊变化，我变化。前面我们学习了看病一课的常用句式、句型、词汇，我们还进行了情景练习。那么您到了西藏以后，会灵活的运用这些句子吗？好，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学点讲过。让我们下堂课见。